2015年文憑試數學科卷2第26題。我呢條題目咧就俾咗一個圓嘅圓心嘅坐標，我哋係-4同埋逗號3。仲有咧就俾咗喺呢一個圓周上面嘅有一點，呢一點咧就係0逗號3。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呢個圓心嘅坐標，我哋就可以寫嗰條 equation 做 x 減個圓心嘅坐標係-4括弧二次方，再加 y 減3嘅二次方，就等於個半徑嘅二次方。暫時我哋叫呢個半徑做 r 嘅二次方。咁我哋將呢個化簡咗去，負就得正，咁所以係 x 加4嘅二次方加 y 減3括弧嘅二次方就等於 r 嘅二次方。嗱，由於佢已經俾咗一點03，我呢一點係喺圓嘅圓周上邊，咁所以我可以代呢個03落去呢條方程裏邊。咁我哋就代咗 x 係0 y 係3，即係0加4嘅二次方加3減3嘅二次方，咁就等於 r 嘅二次方啦。咁結果咧，我哋就可以計到咧，淨係16就係等於 r 嘅二次方，因為4嘅二次方就係16， 3減3就係0，所以冇咗，所以結果就得16等於 r 嘅二次方。咁由於我哋知道 r 二次方係等於16，咁我哋就可以將呢條方程寫做 x 加4括弧二次方，再加 y 減3括弧二次方，就係等於呢個16，因為16就係 r 二次方啊嘛。咁結果我哋將佢拆開之後呢，就有 x 二次加 8x 加16，呢個就係拆開 x 加4嘅二次方。跟住拆開 y 減3嘅二次方呢，就會係 y 嘅二次減6y 加9，就等於16。跟住我哋將個16約咗，將個16調咗過嚟就約咗。咁結果咧就得返 x 二次加 y 二次加 8x 減6y 加9等於0，就係我哋要揾嘅 equation 啦。